准备好了。哎，挺好挺好，那就走了啊。哎，天乐，我想了想，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？什么身份？当然是我朋友了。你觉得我拿得出手吗？你看，何止是拿得出手，太拿得出手了。你这就叫燕京四座呀。那这一次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吧。啊？这什么女？在聚会上让你的朋友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。这不合适吧？这？那行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算了，我就是一想法。哎，不，那个合适，你想法不错。那个，我就是怕你这想法，你自个儿受委屈嘛，是吧？我这一直都麻烦你，你好不容易让我帮你一次，那索性就帮到底呗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我明白了，恶作剧是吧？哎，想也挺好的。这李爱宝啊，傻，骗他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哎，估计那谁也行啊。这地儿太爽了！哎，买的什么呀？你看坏了，什么玩意儿？看了多少钱？咦，下血本啊？你这是？不是好久没见了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依然。你哪儿找的？什么哪儿找的？住我家的。住哪儿？我家。我是天乐的女朋友，你们好。哎，哎，你藏的挺深呢，你啊！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哥们儿长脸吧？啊？哎，少宇哥。你好，雷雷。是可是。哎，谢谢，破费了。没事儿，大富豪。干嘛呀？还留胡子，这么沧桑，挺帅的啊。还流行吗？天乐呢？哎，天乐，哎，这，走，参观一下。我朋友比较内向啊，来呀。少宇，哎，少宇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大学同学少宇。哎，忘了跟你说了啊，依然现在在你们公司上班呢，算是你们公司的员工。你看，别老板着个脸呀。是没跟你说，因为依然说了不让我告诉你，说怕有走后门的嫌疑，就没跟你说。你好。我也让你见见我女朋友，她还睡懒觉呢，我去叫她。啊，不是，你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你女朋友不是？哎，走啊！啊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事，高跟鞋有点累。啊，走。哎，你那个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小点声吧，别有客人。关我什么事？都你客人，有毛病吗你？客人你找来的。哎，这些姐，我靠，这你生日呀？我怎么睡过了我？现在呢，乖乖的把它穿上，出去好好的当我女朋友，你听懂了？我凭什么呀我？什么都不凭，你也可以拒绝，但立马从这搬出去吧，反正自己捅的娄子自己收呗。别呀，多委屈啊！凭什么呀？
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来吧，别不好意思，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蕾蕾、爱宝、天乐，还有天乐的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的女朋友美拉尼。我说你这下手够快的呀。美拉尼特别可爱，她家里的酒店业做得特别大，本来可以坐享其成的，当个芭比娃娃什么都不做，但自己就是闲不住，一定要自己创业，特别独立，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不像现在有些女孩子，什么都不做，只靠男人。怎么了？今天这么文静，也不说点什么？嗯，大家没东西吃，准备点东西。对对对，弄点啊喝的什么的。那个，我去帮个忙啊！哎，少宇哥可以呀，怎么了？这绝对是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、金童玉女啊！行啊，发展速度够快的呀。你也不慢呢。我是为你好啊，谈恋爱这种事儿你得慎重。像你这种感情比较单纯、大小脑都不太发达的，找个好的还行，找个不好的，有你好受的。说谁呢？谁大小脑不发达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硕士学位毕业，还看不起人。我说的是情商。哎，在这地方，我问你，你情商算高的吗？那是，跟你那温婉的依然妹妹比，我不算高。跟依然比，你还真是差点儿。人家依然啊，上上下下那都是一把手。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说，上到厅堂，下到厨房，进可御姐，退可萝莉。哎呀，要夸人家当面夸去，人在我这费什么劲儿啊？还有，我警告你啊，我现在也是有男朋友的人了，我做什么我要考虑少宇的感受。什么个意思啊？想脚踏两条船啊？我骚扰你？哎，我什么时候骚扰你了？我把这话给你搁这儿啊，咱俩呀没戏。谁跟你有戏呀？上次不要脸我就没法说了，这次还来这出，有完没完呢？你这是？行，不争啊！干嘛？少宇，你这女朋友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最近在哪儿认识的？就这儿啊？就这儿？嗯，送货上门啊？是啊。说说呗。什么好说的？什么事儿都爱打听你。发现了吗？谭少宇跟依然俩人不一般。吃醋了？哎，你放心啊，人俩第一次见面，放心。什么第一次见面啊？我敢跟你打赌，他们肯定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以前肯定见过。哎，真想多了啊！我们家少宇不会给你抢女朋友的，你就好好的在你们家依然妹妹面前好好表现啊！干嘛呀？来，蕾蕾，来，我俩拍张照。好，看电视，快点的，快点，一个样，还这脾气。哎，好久没见了，依然一块儿吧。啊，我不拍了，你们拍吧。一起吧。那咱俩拍。行。来，3、2、1。吃水果啦！哎，吃水果。来，喝水了。吃橘子。依然，吃水果。哎，喝不喝水啊？给我倒杯水。那冰的啊？还冰的那么多事儿，您凑合喝吧啊。来了。我服务你到位。天乐啊，跟我们说说呗，依然这么漂亮，怎么认识的？哎呦，我俩认识比较有戏剧性哈。对，我的奶奶跟天乐的奶奶是好朋友，奶奶特别喜欢我，所以就安排我们俩住在一起了。
哎，这我能作证啊，他俩在一块儿住挺长时间。依然跟我认识的一女人特别像，特别的像，哦，是吧？但估计性格肯定相差甚远。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特别的有心机。哟，听你这意思是被人伤得不轻啊？啊，还记仇了嘿？啊，那时候被她坑惨了。被人坑惨了？就你啊？不能够吧？像你这么高智商还能被人坑惨了？我觉得只有像我这种智商才有可能被别人坑了呢啊！所以田乐，你庆幸吧，依然不是那种女人。对，依然应该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头有些痛，上去吃个药啊。哎，咱们先聊。哎，少宇哥，那个你们家厕所在哪儿啊？快帮。啊。那什么，要不我给你包个橙子。那我去洗个手。哦。啊，还有洗手间吗？有，楼上有，还有洗手液都有。你现在不觉着他们俩有事儿？但能有什么事儿呢？直觉告诉我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你这不没说吗？但我觉得吧，依然这个女孩子应该不简单，一般能藏出事儿的人都比较可怕，小心点儿。哟，这情商怎么还一下变高了呢？啊！刚才你发现了吗？谭少宇看依然的眼神儿有感情，非常强烈，绝对不是一般的事儿。等等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为什么回来？我想你是认错人了，谭先生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为什么回来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真的是认错人了。你刚才也说我只是跟他长得像而已。是，或许只是长得像而已吧。因为尚文芳呢，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，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，把女性最美丽、最性感的线条，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。哦，对了，她也不会用这种味道的洗发水，让男人闻了之后浮想联翩。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，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。没错，我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尚文芳，你给我记住，有什么事找谭少宇来。
别去祸害我哥们儿，你听清楚。我想你真的是想多了。带相机了吗？带了。干嘛呀？找机会拍出来看呢。哎，你俩偷偷摸摸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，一块聊。我们说这橘子还挺好吃的，要不然让他给你来一个？哎，行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来一个。谢谢啊。我希望我是想多了，我更希望我是认错人了。那个蛋糕好了，吃蛋糕了。别送了，我们走了。招待不周，咱下次见。哎，什么？帮我拿一下。哎，你们在前面等我，我方便一趟啊。这么多事儿，这前面等我是的。走了啊。拜拜。行，走了，最后一个。拜拜。听了什么情况啊？掉坑里了？不是，那我怎么没事呢？要不你们先走吧，我在这等他，反正我们也不顺路。我们陪你，不懂事儿呢，二人世界。那我们走了啊！哎拜拜。包。嘿，现在就开始顾家了。走了啊，小心点啊！好的，有空来店里玩啊。拜拜。依然，哎，这哥俩都走了，真不仗义。嘿，来，包给我吧。哎，走。哎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咱演的没破绽吧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呀？现在你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咱们俩之间的关系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不是你突然间这么一说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。你是不是晕了？咱们今天这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吗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我喜欢啊，像你这样的女孩挺好的，谁会不喜欢呢？你真是这么想的？依然，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我开玩笑呢。啊？哎！什么情况呀？你今天这出戏演给谁看的呀？哎，行了，别发呆，人都走光了。你喜欢林天乐是吧？谁说我喜欢林天乐了？再说我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觉得你和依然有问题啊。跟你这种情商智商都低到极点的人，我真的懒得解释。你才情商智商低到极点呢！莫名其妙。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特别的有心机。因为尚文芳根本就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，也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，把女性所有最美丽、最性感的线条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。
这是我的女朋友美拉妮。美拉妮特别可爱，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少爷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大学同学邵宇。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，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。谭少宇，你有什么理由解雇我？这事儿已经定了，我没有必要再向你解释，请你尽快去办离职手续。这件事儿，董事长知道吗？董事会同意吗？你真的愿意让董事会知道吗？啊？这件事儿，除了你我之外，但凡有一个人知道你假借其他公司的账户来转移公司资金的话，我想后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走司法程序。我是真的不想离开公司啊，我真的错了，能原谅我吗？啊？有些事情呢，可以弥补；有些事儿做错了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。你自己想清楚。哎，少宇，少宇！谭总，预算的报告已经做好了，请您过目。把所有项目的预算再压缩一下，重新做一遍。可是现在已经是最低的预算了，还要重新做吗？我老板，你老板啊。好。还有，你跟天乐认识多久了？没有多久。你是真的喜欢他吗？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当然喜欢他了。那你确定他真的喜欢你吗？我觉得喜欢可能不足以表达他对我的情感，应该是爱。他爱我。别因爱生恨就好。这个您多虑了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夫人，再来2杯。实在喝不下。够吗？够了。我想起来了。上大学那会儿吧，有一次，我跟谭少宇我们俩见义勇为，勇斗小流氓，我都被人开了瓢了。你猜我们班主任和校长见我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谭少宇没事吧？第二句，谢天谢地，那孩子脑袋金贵。那肯定是你学习不好，找老师烦，你怪谁呀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想知道啊，他有没有那种特丢人、特尴尬，说出来让人抓着小辫子，就是可以狠狠勒索他一把的事儿？你想干嘛呀？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就是想好好的了解我们家少宇更多方面、更深层的，啊，有没有？没有吧？不太可能啊！你想啊，这个别人在早恋的时候吧，他在读书；别人在读书的时候吧，他在做实验；别人考试作弊的时候吧，他托福都快考满分，对吧？别人待业了，他成了知名企业大老板，这都是历史大事件。野史呢，就是不断有各种美女投怀送抱，那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哎，他就没有被女人甩过？不要他？没有吧？不知道。不会吧？一点缺点都没有啊？反正我觉着吧，少宇哥是我见过的男人里边最完美的 ，perfect。人有弱点才可爱，绝对完美的人最讨厌。哎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上大二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一班花喜欢谭少宇，追他追了整整1年呢。谭少宇死活就不同意，我们当时也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毕业以后才听说，他那会儿跟一师姐好着呢。师姐啊？哎，什么师姐啊？漂亮吗？后来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见过，我都是毕业以后听人说的。哎，不过我听说那师姐后来因为这事儿都休学了。休学了啊？闹这么大呢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废话，你能知道吗？你小屁孩那会儿你还没入学呢，你才小屁孩。我拍的都看了吧？不是，我回家翻你遛狗那相机里头什么都没有啊。怎么可能呢？真没有。我明明录了呀。会不会是被依然给删了？别，你别把人说的都那么黑暗行吗？我真拍了，你是没看见依然和谭少宇在走廊里偷偷摸摸的那样。那你说他俩能聊什么呢？啊，还在一偷偷摸摸的地儿。哦，他们俩也说不定人家是碰巧碰到一块儿了。不可能，他俩肯定有事儿，说不定就是谭少宇的问题。为什么是谭少宇的问题？我还觉得是依然的问题呢。怎么是依然的问题呢？我反正就觉得依然有问题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现在怎么就死咬着依然不放呢？弄得人家跟那苏联特工似的。我是为你好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为我哪门子好啊？再者说了啊，咱俩现在老见面，这不太合适。怎么了？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关系不合适啊！你想啊，你怎么着也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吧？啊，让别人知道了，我老约我哥们儿女朋友出来，这肯定不合适。哎，先打住。闻着了吗？怎么那么酸呢？哪儿来的醋味儿啊？我吃那门醋，我是有依然的人，我。反正我先声明，我只是借住在谭少宇家里，那房子也是暂时卖给他，以后我还要买回来的。反正你是住在一块儿的，朝夕相处，没说考虑考虑啊？你没事儿吧？你不会真把谭少宇那天说的当真了吧？我就是再没人要，我也不可能找一个一天只会板着脸、沉醉在自己世界里的怪咖做男朋友的。没你说那么夸张，人谭少宇屁股后面小姑娘追的一大堆呢，怎么着？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？啊，这么说你和依然已经得月了呗？别胡说啊，这可不能胡说，毁了人家女孩的清白。你刚刚那样说还毁了我的清白呢。哎喂，依然。哎，天乐，你能帮我去接一下依恋吗？我在公司事情太多，走不开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跟人再坐会儿，我有事儿先走了啊。哎，干嘛呀？还没说完呢都。我有急事儿，哪天再聊呗。什么急事儿啊？我得去接孩子去呢。哟，你们俩都有孩子了呀？那是依然的妹妹，叫依恋，现在在幼儿园呢。那孩子在幼儿园，你操什么心呀？孩子在老师手上不比在你手上放心呀？我都答应人家了。啊，那一会儿。哎，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你每天他妈晃荡了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您是不是得找份工作呀？我什么都不会。不会可以学呀，那也别这么晃荡着呀。行了，别提，说着就烦。你这属于啊心理阴暗那种，就应该呢多去跟我们参加户外活动，多见见阳光。参加完户外活动呢，立马就不一样了。行了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，走。
你那个依恋，来，看看。哎呦，怎么还真不高兴了呀？啊？谁惹你不高兴？你告诉我，谁让你不高兴了？咱就让他不高兴，好不好？有这么教孩子的吗？把人教成流氓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呀？啊？我就看出来了。你说，你怎么让我们依恋不高兴了？啊？人家这么讨厌你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明白了，肯定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，你嫉妒了，是不是？天乐，哎，你为什么接我迟到了？啊，我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婆吗？哎，咱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这样不好啊，咱叫阿姨。哎，姐姐啊，叫姐姐。老太婆，老太婆，老太婆！哎呦，你看，怎么还真生气了呀？啊，你悄悄告诉我啊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？啊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咱也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呀。这么说话，他该不高兴了，他该伤心了，好不好？就算他长得老了点，谁老了？我比你年轻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好看看，咱俩这长相明显差着辈分呢，是吧？还有告诉你啊。永远都别跟孩子置气，跟孩子置气，你这智商从这儿吧唧就落到底了，知道吗？还有告诉你，跟孩子置气永远都是你输啊！天乐，哎，他是谁啊？你怎么没和依然一起来接我？小朋友，不许叫我老太婆，要叫我阿姨。哎，对，阿姨啊，姐姐。姐姐啊，知道了吗？你就是老太婆，丑八怪！啊，姐姐，老太婆，哎，那个依然啊，对，接着了啊，那个我们马上到你那个楼下那咖啡厅咱碰面啊。不许叫我。哦，好，挂了啊。老太婆，姐姐，老太婆。哎，行了，好了，不吵了，乖啊。那咱们去找依然去，好不好？谁说我老？你还不知道看着我，还以为我是18、19嘞。对，你本来就18、19啊，别拿那照了，那把你照老了。你根本就没有依然好看嘛！林天乐，你不许喜欢他。啊？我，哎呦，你这么小就知道听姐姐吃醋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吃醋还要多。来了，来了。嗨，梅小姐，你怎么也在呀？我今天跟天乐在一块儿，就一块儿去接了依恋。依恋，我今天加班没能准时去接你，不过好在有天乐跟这位姐姐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他们呀？天乐哥哥，谢谢你接我下幼儿园。哎，怎么就谢我一人啊？啊，人姐姐跟我一块儿接的，你怎么不谢她呀？对呀，我特地去接的你。我本来和天乐正在忙正事儿，一听你没人接，就赶紧跑过来了。你是不是要谢谢我呀？我要吃冰淇淋。依恋，真要吃啊？那走，我给你买去，来。那个，依恋挺可爱的啊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呢，你看小孩真的不能那么宠，他现在年龄还小，以后还要上中学、小学，这种脾气肯定得受人欺负的，是吧？哎，她是你亲妹妹吧？是啊。那你爸妈生你们年龄差得够远的呀。你爸妈年龄也大了，也带不了他。你说你把他带出来，你还要拼事业，也管不了他，他也挺受罪的呀。当然了，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
我就是关心天乐。天乐平时也有自己的事儿，也不能随叫随到，你说对吧？对，以后我会跟天乐安排妥当时间的。好吃吗？天乐给我买的冰淇淋最好吃了。真会说话。你是不是个乖孩子啊？我是乖孩子呀，怎么了？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跟那个老太婆一起来见我了？人家不是老太婆，人家有名字，人家叫梅兰妮姐姐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管她叫老太婆呀？不喜欢。我只喜欢你和依然一起来接我。那我问你啊，那你是不是乖孩子呀？当然是啊。那我觉得啊，今天依恋呢做的不对，不能给人起外号，你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人喜欢你才跟我一块去接你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待会儿我觉得你回去了，你得跟梅兰妮姐姐说声谢谢，行不行啊？你刚才说了你是好孩子吗？啊？好吧。那行，来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啊！哟，还盖个章啊？行，好嘞，那咱一边吃一边往回走。行，走，真是乖孩子啊。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谭少宇的女朋友吧？对，那个我只是出于关心天乐嘛。再说天乐也是少宇的朋友啊，高兴啦。我不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林天乐的女朋友，我又这样关心天乐，所以你就觉得有点不高兴。我很理解你的担心，我也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天乐呢，他人好又很仗义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还需要你们多帮忙呢。会的，会的，我相信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。我跟爱宝、雷雷他们相处的都很好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谭少宇。就我男朋友那天你见过的，他脾气有点怪，可能不太好相处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你在他身上多花点心，你们俩一定能相处得很好的。回来啦。好吃吗？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你是不是得谢谢梅兰妮阿姨啊？谢谢今天来接我。哎，这就乖。哎，依然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给你点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回家吧？我们回家吧，好吗？回家了。成，回家。来，我给你拿书包啊，咱们把书包背上，走吧。回家了。刚跟依然聊天，我觉得特别多疑点，咱得好好查查。知道了，低调啊，稍安勿躁。天乐，吃晚饭了。哎，依恋呢？他可能白天玩累了，这会儿睡着了，等他睡醒再吃吧。是玩挺疯的今天。你跟谭少宇的女朋友熟吗？不说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跟你提个醒儿，别跟人家女朋友走那么近，省着别人说闲话。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其实那天咱们去谭少宇家，你同意让我做你女朋友，我还以为你是想借这个机会跟我表白呢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回报你是应该的。哎呀，
这事儿算我没考虑周到，下不为例，对不住啊。喂，哎，好了吗？没问题呀。千万别让他起疑心啊！跟踪这种事情需要高度技术含量的，你得保持距离，并且随时要找到掩护。哎呦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听这动静，他应该出门了，我赶紧跟上去了啊。行，带上相机，要物证啊，物证。我知道。喂，怎么样？到他公司了吗？啊，我已经跟到公司门口了，我用跟进去吗？跟进去呀！还有呀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大学是在一起的，没有依然。高中我也查了，也没有依然。依然没有出过国，那他和邵宇就没有同学关系啊？人怎么认识的呀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先挂了啊。林先生你好。哎，您是来找谭总的吗？我找谭少宇。啊，好的，帮你转接。哎，别，那个我找他没什么大事儿，想给他一惊喜，那个不用惊动他啊。好，那要不您请便。哎，好嘞啊。
哎，干嘛？偷拍呢？没有，你这儿景儿挺不错的，我取点景儿，以后万一拍什么片子，我来你这儿拍，挺好的。前台说你来了，找我干嘛？我找你吃个饭。走吧。走啊。鬼鬼祟祟。没有，就这儿景儿不错，挺好的。我就不吃了。公司下午有会，吃多了的话犯困。哎，我发现你吧，有时候对自己啊挺狠的。哎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你一天背80个英语单词，一坚持就是4年。哦，还有一回，大2查出你什么腿上有那个软骨症是吧？带了一那叫什么来着？密不透风，跟盔甲似的，整个一夏天24小时摘都没摘过。所以啊，这很多人都觉得我怪嘛，不好相处，不合群。但说到这儿天了，我挺感激你，这么多年一直做我朋友，就你受得了。至于爱宝这小子，在背后怎么说我，怎么想我，我全都知道。哎，他吧就是性格比较直，但是真没把你当外人啊。这么多年了，谁不了解谁？没往心里去。没往心里去。哎，过生日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们，还让人家梅兰妮给你组织？跟依然什么时候结婚？你跟依然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这美兰妮吧，最近也挺怪，神神秘秘的，抓不着人，早出晚归。我就寻思着吧，是跟你走得挺近。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你就出国了。这几年呢，咱也没联系，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听你提过呀。不是，刚才呢，问你跟依然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提个醒，你这快结婚的人，不能什么都想要，有时候想得到的太多吧，最后可能什么都没得到。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人得知足。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确定答案？公司下午有会，我先走，不等你吃饭啊。我用了1天时间，冒着几次被敌人发现，甚至有可能牺牲的危险，我拍到了这些。都有什么呀？你好好看看呀！哎，在我拍的这段时间里面，谭少宇一共看了依然16次，依然看了谭少宇10次，平均每次都看好几回呢。够精确的啊！那当然了，对我来说这都小意思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平均每小时谭少宇看依然2到3次，代表什么呀？哎，这不代表什么吗？准确来说，真的不代表什么。谭少宇看依然的时候，依然是不是都在动，都在工作？在生物界里面，动物对活的食物是有本能的注意的。哦，搁着你那么说，要是换我坐到依然那位上去，谭少宇也能看我好多次。啊，没准比这还多呢。照你这么分析的话，俩人就是没事儿呗。那也不一定。你说说，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？后来吧，我被发现了，啊！但我假装啊，说是来找谭少宇吃饭的，但吃饭的时候呢，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但是我总觉着啊，他好像在暗示我什么。说什么来着？说的都是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的吧？哎，但是啊，我问他的问题，他都没答；他问我的问题呢，我也没答。
但是问题的核心都是依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你远离依然，然后珍惜我。嗨，什么乱七八糟都是。哎，怎么每次我分析问题的时候，您都带着强烈的自恋情节呢？什么自恋情节啊？我这是严肃客观的分析问题。那你说他什么意思？他要你珍惜谁？珍惜谁也不能珍惜你啊！哎呦，你可别自作多情啊！开个玩笑，我还不惜的让你珍惜我呢。嘿嘿，行，那是不是咱们俩的切入点有问题啊？难不成就这么放弃了？你呀，让我好好想想啊。哎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回去晚了，谭少宇要把你解雇了，我告诉你又无家可归了啊！那我先撤了。哎，好好想想。嗨，姐，你去那边忙吧，这我来就行了。哎，您好，我们这儿那新品呢、经典都在这上面呢，您随便点啊。哎，去哪儿啊，先生？今儿这儿不能坐了，等会儿有人包场，您要坐的话，只能去外边了。外边今天太热了，但是这不还有人吗？不，人还没到呢，到了马上就开始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如果你要觉得外边特别热的话，你就只能考虑去其他地方了。抱歉啊。并没事。他再待一会儿可真中暑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可开心了，喝咖啡，晒太阳。那你姐你不能不管吧？她在那条可待半天了。她静静挺好的。丹姐，要不咱出去吧？
说你们俩一个在外面晒太阳，一个在屋里闷着，这都好几个钟头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弟为什么那么防着我呀？他怎么那么听他弟的话呀？这有些事儿啊，你得自己琢磨，不方便说。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。喂，忘了答应我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周末答应我什么来着？行了，知道啊，我换完衣服就过去。好啊，拜拜。我床头柜上的小铁盒呢？什么铁盒呀？小铁盒。什么样的铁盒？你干嘛？你放我！你干嘛呀？你疯了吧你？谭少宇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吧你？你疯了！一大清早的发什么疯啊？我放这儿的铁盒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这房间只有你和我能进来，你不知道？怎么就我能进来了？不能是贼偷的吗？那么宝贝，干嘛不收好呀？这谁都能拿走，凭什么是我拿的？我不知道。明了你！我提醒你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只是看你可怜才让你暂时住在这儿。但自从我的同情心爆发的那一刻开始，你一刻安宁没给过我，所以，请你现在离开，现在！我早上收拾屋子的时候，把它放在柜子里了，满意了吧？一大清早，喊什么呀？好心当做驴肝肺，怪不得没有人理你，你活该！
谭总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下午要开会，你先准备一下材料吧。啊，好的。不是，您这骑的是什么？穿的这叫什么呀？怎么样，特好看吧？为今天准备的。好看什么呀？哎，咱这是环湖公路骑车，您骑这个穿这个不等于作死呢？你说这瞎嘚瑟什么？瞎臭美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就爱嘚瑟臭美，管得着吗你？管的就是你。要想跟我们骑这公路，骑我车。我才不要呢，那么难看，不骑。不骑是吧？不骑。不骑，那你回去吧。嘿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天是你死乞白赖叫我过来的啊！你既然答应了参加这个活动，你就得遵守活动的规定。我给每个人发电子邮件，说好了规章制度，您看了吗？啊，我让几点来，您按点来了吗？我让骑什么车，您骑了吗？你看看人家，人穿什么装备，你穿什么装备，就不穿人家，你穿上我这样也行。你说你这样，你说你干嘛来了你？烦不烦呀？更年期吧你？啊，行行行，你骑不骑吧？不骑。不骑你回去。回去就回去，我才不愿意跟你玩呢。你看，哎，大小姐脾气办了吗？我就知道你骑不了一圈，骑这车来故意的吧？是不是？故意给我看的吧？你要说你骑不了一圈，你就认怂。换车！扭什么呢？老太太扭秧歌呢？是不是觉得硌得慌啊？明珠顾问是吧？啊，跟你说啊，以后这种车能不骑就不骑，这种车骑多了人就变笨了。你看看我现在骑的，哎，骑这车连平衡都没有了。哎，趁着神志还清醒啊，赶紧回去把这车送人吧，货给别人去，要么就当二手车卖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又干嘛呀？拖鞋干嘛呢？不嫌地下脏啊？不脏，还接地气儿。拿，帮我装着。哎，咱俩聊聊谭少宇。你和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？咱们能不聊他吗？多扫兴啊！我跟你说，谭少宇他就是一怪咖。就是早上我好心好意给他打扫房间，结果只不过就把他一个小盒子稍微挪了一下位置，他倒好自己没找着，都炸了，跟我嚷嚷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找不着好好问我不行呀？服了他了，再也受不了他了，讨厌！哎，他那人吧就那样，你心里呢不知道藏着什么底线啊、原则什么的，不知道你哪天触动他哪根底线、哪个原则，就给你炸了窝了。习惯啊，
习惯就好。还习惯？谁习惯得了他呀？习惯他我都被气死了。行行，不生气不生气，聊点别的，聊点别的行了吗？哎呀，不过说真的，今天还是我们家出事儿以来我真正开心的一天。空气还挺好的。没错，没蒙你吧？嗯。其实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像这么安静的地方已经不多了。有的时候心情不好，就骑着单车绕着这湖啊转上一圈，真的，心里甭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一下就都过去了。是挺开阔的，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赶紧去找工作。啊？什么？找工作呀！你有合适的也赶紧通知我，我要尽早自立。哟，什么时候变得上进了？以前特爱穿高跟鞋，但其实没什么用，也挺累的。现在真把这鞋脱了吧，才知道着着地气儿是什么感觉。哟，这终于回来了啊！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等你半天了，了解你啊。这我要不找你吧，你肯定不会来找我。什么意思呀？好好交代吧。这一天都干嘛了？把我女朋友拐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您这说的是哪个女朋友啊？别装傻，就那一个，就是那个今儿跟你在一起待了一天那女孩。哎，我今天是组织这户外活动，叫她来一起参加，又不是我们俩人，还整个一车队呢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你什么人我知道，我今儿找你来呢，其实就是给我俩当一个和事佬。啊，他今天跟我说了，你们俩是怎么着？吵架了？你看，还是跟你关系很近嘛，什么都告诉你。是啊，吵架了，这跟我杠上了，也不理我，而且走那架势吧，感觉像是要离家出走。人家是一女孩，真要是离家出走了，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是不是得对人负责任啊？啊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你还得跟人当事人啊当面沟通啊。人家肯定是嫌你管事管多了呗，干涉人自由了。你呀，别老拿你那套豪门深宅的规矩要求人家，那毕竟以前那地方是人家自己家啊。行了，这事儿要不这么着，我做个主，把你俩呢约出来，我跟你们调解调解，好不好？听你安排吧啊。对了，你这跟依然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哦，我就在想，实在不行，你这把依然也就带出来，咱4个一起吃个饭呗。有女孩在，咱沟通也顺畅一点。否则咱们2个男人之间，跟他在那儿没有默契的话，谈崩了怎么办？你说把依然也叫来？对啊。那俩女孩，那调解这种事儿让女孩来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？他俩之间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俩之间倒没什么事儿，就是……哎呀，你就别就是支支吾吾的，给个痛快话行不行？方不方便？行，方便。你想叫我就帮你叫他呗。说吧，找本小姐出来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跟少宇吵架都吵到一什么程度啊？也没听你说有多严重啊？怎么少宇跟我说你还要从家里搬出去啊？为了说他是吧？那行，咱俩没话，我先撤了。哎，别！人家少宇呢，专门来找我说你俩吵架了，让我呢给调解调解。本来说的都挺好的，突然间跟我说呢，让依然也来，我就有点蒙圈了。你是说一会儿他们俩一块儿来？啊！哎呦，林先生内心够宽的呀，女朋友让别人带过来啊？能不能别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呀？
好了，开个玩笑，咱俩都是看戏的。我不觉得你开玩笑，我觉着人谭少宇没准就是认真的想把你哄回去呢，是吧？我觉得你呢也别跟他闹别扭了，人谭少宇挺优秀的，我觉得你俩就这么幸福的生活下去吧，挺好的。看着我，干嘛呀？看着我眼睛啊，我看着呢。我眼睛看到的，就是我想要的幸福。哎呦，来了，直接上桌吧啊！好，来，你坐这儿，来坐，来依然，坐这儿，坐吧。那个是这样啊，刚才在你们没来之前呢，我们呢简单聊了一下。我认为啊，这男女朋友之间的吵架啊，真不是个事儿，是吧？说开了也就没什么了，道个歉的事儿嘛，哪有什么非得怎么着的事儿啊，是吧？这次说把话说重了，我态度不好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说搬走，我肯定会搬走。你们好好聊，那我先撤了啊，再见。别！你看，这个时候该聊的还得聊，别动不动的就耍性子，是吧？别赌气，尤其是这个时候。是啊，梅小姐，虽然我在谭总的公司时间不长，但是我能感受到谭总还是很在乎你的，否则今天不会叫天乐来，再叫我来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大家还是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，把心里什么不愉快呀、委屈啊、埋怨啊都说出来，好好沟通一下嘛。对，是吧，亲爱的？我觉得我特别过分，因为工作太忙，忽略了你，没有好好把你照顾好，是我的问题。还有，你这次离开以后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。我问我自己为什么，我想，是因为这个家里少了你，所以，兰妮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不会让你再失望。祝福你们，梅小姐。不生气了是吗？不生气了，咱好好点菜吃饭啊！对，那个点动一点。好啊，既然你们也和好了，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我妹妹还一个人在家呢，我就先走了。用找司机送你吗？不用了，天乐。那什么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连句吧。哎呀，演那么好给谁看呢？你用这么激动吗？人家两个没好多久，你想插也插不进去啊。天乐不会接受你。不合时宜的真挚过了头呢，你会被人活生生的给抛弃掉。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相信爱情的人，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。他们真幸福，虽然有矛盾有争吵，但是最终还是原谅彼此了。想起我之前的感情，真是挺羡慕他们的。希望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幸福。蕾蕾，嘿，我去，跟这儿发什么呆呢？真正的忧啊，没人能与你分担。
你只能把它从你的一个肩头换到你的另外一个肩头。我说这中国的现代诗人怎么和这雨后春笋一样就冒出来了？哦，合着都是感情受挫。什么感情？是自尊好吗？就薛晶晶那样，白给我都不要。哎，搞清状况啊！现在是你白送给人家，人家不要行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我磊磊堂堂7尺男儿，他凭什么就看不上我呀？他不就是一个待考察一准研究生吗？那我还是一公务员呢，凭什么呀？打住啊！别入戏太深，你就是这店里打工的啊！就凭现在您这工作表现，我们把你开了就不错了，还跟那做白日梦呢。等会儿啊，咱这戏是谁给我设计的？啊，要没李爱宝那事儿，要不是你瞎出馊主意，我至于被他这么埋汰吗？你怎么不说好好想想，你被淘汰的原因是什么呀？啊，哎，咱们为了让这薛晶晶上钩，咱们研究的不少了吧？啊，工商局的公务员，工资、待遇、社会地位，都是薛晶晶所要求的物质基底吧？哎，照你这么说，人家一待考的研究生，为什么看不上你一堂堂的7尺公务员呢？得，我太次啊，都是因为我太次，行了吧？我这么次，你们还让我去？你看，你态度就有问题。是，我们是给你设计的新名字、新身份、新的家庭背景，可是并不代表说磊磊就得变成李磊磊啊。李磊磊追的是韩梅梅，你磊磊追的是薛晶晶。什么意思？我说你反应慢吧，你还不承认？这戏呀是假的，你越往那边靠，你越会畏畏缩缩的，放不开你也不会演。人家问你什么的，你都得小心翼翼的。哎，你想想看，生活里你自己会这样吗？啊，会吗？薛晶晶啊，不是一个掉金龟婿的人，她是在物质要求上有一个要求，但在精神层面也有一个要求，要不然李爱宝那样出身的，她怎么会愿意嫁给他呢？啊，你就不能让她呀占了你的上风。反正这女孩只要看上去软硬不吃的，那说明啊，她都想好了你下一步出什么招。但凡你让她接不了招了，哎，没准你就能异军突起了。还有，记住了啊，你得让她忘记那个假惺惺的李磊磊。哎，干什么去啊？我找他去。现在去吗？我要让他知道真正的磊磊是个谁。嘿，您是在上班呢。谭总，去。这是去年的报告，都在里面，我分门别类都归纳好了。送答案室。好。那天是你吗？什么是我？没事。马上给我去见张总。我？有问题吗？没有。这根本不是去年的资料吗？可是这是谭总让我做的。谭总日理万机，肯定记错了吧？我花了3个晚上才做出来的，你们没弄错吧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强迫我摄像吗？没有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真受不了这新人。来。你说昨天晚上谭少宇演哪出戏呢？你这么一说吧，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。哎，你说谭少宇那话是不是明显说给依然听的？明显是啊，而且依然也被少宇给刺激到了，还替他说情呢。没错，依然这话呀，明显就是回击谭少宇的。哎，你说他俩之间到底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
现在这依然啊，在这谭少宇公司工作呢，会不会俩人工作当中有什么不愉快呀？挺关心依然的吗？不是关心我，哎呦，别误会啊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，就是我奶奶说让我多照顾照顾依然。反正他们这么一出戏的唱吧，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总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那你给瞎说说啊，就是你觉得这不简单是怎么个不简单法啊？假设啊，他们俩原来就认识，有债务纠纷，现在还没还清楚。这不可能。依然是在湖南长大的，没来过这儿，他俩怎么可能会认识呢？假设二，依然和谭少宇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，就不想让咱知道。你怎么不去写电视剧呢？你？那三啊，谭少宇喜欢依然。哎，那你给说说，这谭少宇有多喜欢依然？就像我喜欢你那么喜欢。哎，怎么又来了？行，咱还别聊谭少宇跟依然了，咱就说说你吧。哎，你那工作怎么着了？到底？哎呀，行了，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我一点工作经验没有，难，特别的难。怎么一说这事儿就开始说难呢？哎，我给你讲讲啊。行，不想听，头疼。哎，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虚心听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工作这事儿特别重要。